即阵仔网络甲媒体拢有人咧讲爱补充维生素，较袂去胃着病，尤其嘛定不时听到甲食食有关系的健康资讯，到底安尼讲法敢有实在？今仔日节目邀请到营养师营养面包来甲咱说明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营养师吕梦凡啊，我伫 Facebook 顶管有一个粉丝专业叫做营养面包嘛，营养面包。今日邀请你来节目，就是因为咱即阵嘛，因为防疫措施啊，真侪人的生活其实有改变啊。即种变化当下影响到咱的三顿嘛。然后常常听到人咧讲啊，咱若食了较健康、营养够好、胶原，可能就较袂去胃着病毒。但是头一个问题就是想要请教讲，有的人因为本身的条件就是家己无咧煮食，像咱即种拢食外口的民众，是要安怎食了健康？其实即摆外口咧买青菜嘛真方便啊，譬如讲超商甲超市拢有咧卖青菜，即摆超商拢有迄番麦笋啊是香菇迄类的会使买，面搭嘛是有三个青菜当买，所以讲青菜其实袂讲就歹食着啦。啊，水果嘛是啊，超市拢有咧卖水果，嘿啊，一工爱食5份的青菜甲水果，来讲是3份的青菜甲2份的水果。加起来是5份。听即个量会感觉讲，哪有可能我一工可能爱去注意着3种青菜、2种水果，加是2种水果，可能我家己就做歹去食着的。其实伊是讲2份甲3份啊，毋是种。青菜吼，杀过啊是炒过的，差不多半碗就1份啦。所以讲一工差不多爱食着碗半，上少碗半的青菜，但是是煮过哦，因为生菜迄种就较蓬松哦，迄体积就较大。水果的分量差不多切的嘛是放伫咧碗内底，差不多8分甜，安尼算1份。青菜会使食超量无要紧，但是水果袂使食伤济，水果伤甜啊。对，食伤济可能有糖分的问题。什么种的水果较袂甜？水果拢差不多，拢是差不多8分甜到1份。芭乐，足侪人感觉芭乐无甜，可能会食伤较济无要紧，安尼毋对。芭乐嘛是8分甜算1份。嘿，但是有较甜的水果，譬如讲金蕉啦，金蕉差不多半条就1份啦，所以讲一条金蕉就2份水果啊。咱若食迄煎鸡肉，像外口买煎鸡肉是鸡排啊，若串1份青菜伫遐配咧食，可能就较好吗？有啊，较好一丝啊。对，但是但是煎的物件还是较少食较好啦。咱若外口无法度避免讲别人煮的较油，有的人可能会选择家己煮，家己伫厝内咧煮的时阵啊，要安怎煮了健康？我伫咧厝内是绝对袂煎物件，但是炒物件会使啦。但是较传统，咱就爆香无，爆香等甲迄冒烟的时阵，迄就较无好啊。因为若是油在冒烟，就是超过伊的发烟点，安尼内底就会有产生一些毋好的物件，譬如讲反式脂肪酸迄款的。迄对血管啊、心脏嘛，拢较无好。像我家己，我嘛就介意欠芳炒青菜的咧。我以前嘛是会欠芳啊，但即马知影以后，就莫等甲伊冒烟安尼。我有看到你捌分享讲，你去社区，甲社区的长辈做一个胃教宣导，你甲因讲即寡传统的物件的时阵，因敢听会落去？哦，有一寡阿嬷就听袂落去啊。亲像我甲伊讲莫食猪油，伊就讲我拢食猪油食60年啊，嘛无安怎啊。你叫我莫食猪油，即种的就较无法度啊。但是你拢无食甜的，你感觉人生敢有快乐？我想着无甜的物件，我会感觉淡薄痛苦呢。袂呢，我袂呢，我已经差不多要15年无食甜的物件。来讲一寡，即种高温油炸煎的物件是对健康倒位较无好。哦，都是内底会产生一种叫反式脂肪酸的物件，油脂嘛，啊高温都会产生反式脂肪，啊反式脂肪食伤济，就是会害的胆固醇会较悬，所以讲过来就是差不多心脏较无好啊，血管都塌掉啊，即款的问题。再来就是想要请教营养师啊，有的人啊，伊可能会因为压力较大啊，还是啥物别种原因，伊会想要食一寡高热量的食物，像巧克力也是鸡卵糕。这种行为是真正有帮助你压力的消透，还是讲心理作用？心理作用尔。迄是较食了较欢喜无毋对，但是迄对
压力无呢，无效果，而且会较大颗。可能有的人都是爱食甜的物件，所以食了较欢喜。譬如讲，你爱食炸鸡有无？啊，食了就感觉欢喜。其实炸鸡都是对健康较无好的物件，但是就是心情较好安尼。以你的标准来讲，一个月还是一礼拜食几摆，你感觉 OK， 也可会使接受？我感觉一个月可能2-3摆啊，会使接受。啊，像巧克力，若是你食黑巧克力有无，都较无要紧啊。拍数较悬，对身体袂歹诶。巧克力多酚内底抗氧化有无？嘿，但是你若是食伤甜的，甜的不好的地方都盖过迄好的部分啊。有诶，查某囡仔讲一个月，迄落来，伊要食一寡巧克力也是甜诶。迄无要紧啊，迄无要紧哦，迄真诶。一个月一盖无要紧。哦，只有得到温存就对啊。哦，生理期会使得到温存。对，当一口气。生理期就痛苦的呢。这种食甜的消透压力，其实嘛是一种健康迷思啦。所以咱生活中，佫有啥物定看到的健康的迷思啊？足济呢，譬如讲昨我朋友就传一个影片互我，内底伫咧讲吼，若是维生素 D 食无够，吼，可能就会得到新冠肺炎的几率就较悬安尼。嘿，其实来讲，维生素 D 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，无毋对。但是我感觉迄影片伤夸张啊，别项的维生素嘛真重要，譬如讲维生素 A 啊、维生素 C， 还是讲维生素 E， 对咱的免疫来讲嘛是真有帮助的营养素。啊，过来譬如讲矿物质。内底有一个叫硒还是锌，这嘛真重要。所以讲营养还是要均衡较好啦。嘿，你食一项尔，安尼无效。所以你捌听过，互你上生气的一个迷思是啥物啊？之前有一个啊，讲迄鸡有打生长激素，有拍生长激素才会使长这么快安尼。对。其实拢无啊，鸡也无打生长激素，因为生长激素是很贵呢。袂用嘿啊。袂用伫即种鸡仔身上就对。对，但是即摆的鸡会使差不多35天都会使抬啊，嘿，是因为迄饲料内底拢有营养拢有调整，所以讲伊长大长很快。过来都是育种嘛，育种的关系，所以即摆的饲料鸡差不多35天都会使抬啊，嘿，但是真正是无拍生长激素，有足侪人感觉吼爱啉汤较有营养。比如讲煮鱼仔汤啊，都啉鱼仔汤就好啊，爱肉无营养啊，足侪人拢安尼感觉。但是其实毋是安尼啊，因为蛋白质也是伫咧肉内底较侪啦，汤内底足少诶。地鸡精咧，就是迄一只鸡敢。我知，迄一包差不多嘛是蛋白质差不多嘛是7公克尔，7公克的蛋白质，其实你食鸡肉还是猪肉，差不多2只手指头安尼都有啊。低基精毋是讲无营养，有营养，但是伊营养无悬到安尼，我感觉迄价钱甲内底营养来比，都是 CP 值没有很高安尼。即马佫有一种就是时段，其实就爱看即个听电台，还是看电视的保健品。有的长辈就介意买，咱要安怎来确保迄寡营养品的安全啊？这就是你爱选较。可能较爱选较国际厂牌营养品较保险，有的电台内底迄无听过牌子都较卖，都较卖。有的长辈感觉讲愈贵的物件愈好，你感觉拄过即种的患者，伊会讲有啊，足侪人感觉安尼啊，但是其实毋是啊，其实就真正毋是啊。譬如讲咱来讲安尼刚好葡萄糖胺啊。葡萄糖胺差不多，我大学的时阵啊，研究都讲伊有效，但是即马大部分的研究都讲无效啊。但是嘛是有人咧食，譬如讲，阮妈妈嘛是感觉伊食有，关节有较好势安尼，但是我看研究都是无安尼的状况。啊，嘛是心理作用。对。啊，若是伊食这袂伤害到伊的身体，我感觉若是有钱食嘛是无要紧啦。跳者讲到恁朋友传迄个维生素 D 的即个信息，即阵啊其实足侪相关的文章也好，还是网络咧。足侪啊，足侪。对，维生素 D 即几年来讲真红啦，因为咱较早较知影维生素 D 是对咱的骨头有帮助嘛。啊，即
这几年来讲，伊对虾米代谢啊，都有一定程度的帮助，所以讲伊即马就红诶。但是若去晒日头，敢有效？嘛有效啊，嘛有效啊。晒日头，而且晒日头，咱皮肤都会生成维生素 D 嘛，而且咱皮肤生成的维生素 D 不会有过量的问题，较袂。嘿，食面你若是用食有过量的问题，但是若是有晒日头的，较袂有。咱讲晒日头啊，即阵仔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较定定伫厝内，咱可能就要用别种方式来补充。若是真的没办法的时候，食保健食品是，我是感觉无要紧，但是袂使讲你吃保健食品，都感觉你食物件会使随便吃，安尼都袂使啊。阵仔大家伫厝内啊，可能较无运动的话，要安怎来照顾家己的健康，莫互家己变了伤大箍。这个就是爱管你的嘴啊，袂使讲伫咧厝内就一直食安尼。讲到运动，我即马伫咧厝内嘛是有咧运动啊。系啊，即马足侪影片会使看有无？迄 YouTube 啥物顶悬足侪人咧教你运动。这像小朋友的饮食，你嘛是有咧控制？有啊。都是爱均衡啊，足侪小朋友无爱食青菜，但是阮囝是拢食。这是因为营养师的囡仔较无共款吗？足侪人安尼讲呢。哎呀，为什么啊？有的人就是不爱食青菜，敢要食肉呢？伊袂呢，伊较袂呢，而且伊拢食五谷饭呢。还是因为你自细汉就互伊食的。对，我自细差不多1岁以后就食五谷饭啦。嘿，都煮较烂安尼，伊已经习惯啦。三色豆啊，真的有伊的营养价值吗？有是有啦，内底都是番麦嘛，啊，过来红菜头，过有一个是迄那个什么啊，豌豆是豌豆仁，是豆啊，青色的豆嘿，啊。啊，红菜头算青菜嘛，番麦加迄青色豆啊算淀粉的物件，内底无蛋白，较无蛋白质。嘿，啊，青菜嘛，算红菜头来讲嘛无够嘛，爱食一寡叶菜类的安尼。这种冷冻过后的食品，应该影响到伊的营养成分。其实无影响到真大呢。其实你真正买袂就买不到新鲜的时阵，迄食一顿两顿，我感觉无要紧啊。可能譬如讲你一礼拜食一届安尼，我是感觉无要紧。今日就多谢营养面包来甲咱分享这个实用的知识，佮甲咱破除一寡咱原本已经相信足久的物件，生长激素，伊甲鸡仔根本就无关系，就对啊。对，多谢你，多谢，谢谢，不会。拜拜。节目中营养面包甲咱分享真侪正确的知识，要安怎食、安怎煮，互咱对逐工食得到的食物有更较深的了解。以上就是这边的代志挂大条，欢迎观众帮阮点赞分享，咱后回再会。